平安无？平安，平安无事。老早。老早。嗯。我们开始用 live 啊哈。做今安尼泡泡看有啦吼。哎有。啊，文理这好势无？伊 OK 啦，啊，就袂啥习惯用咱即种方式啦。好，袂习惯啦。好，我就礼拜即马就拢无看到，嘿。伊拢即马缀查某囝去呢outdoor诶，嘿。outdoor，即马敢要会当 outdoor？会使。嘿。但是就是讲爱伫迄个监督辅导诶下面啊，拢爱做一寡管理就对啦。嗯。安尼，搞早，大家搞早。老早，是无错。无错。好，咱来准备先来请主琴来带领咱祈祷，要开始今日个礼拜。咱甲这个声音关起来吼。各位兄弟，老早平安。平安。来，咱同心压头备办心准备来敬拜，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祝愿平安过了一礼拜，阮过来你的殿院来敬拜你。而且我有看见阮敬听的大位兄弟姊妹，以及无法度及时来上这个网络来礼拜的愿主，你的平安拢甲因伫咧。主啊，阮知，阮的国家即马面临着前途未定，这总统一直拢也未确定
无母无缘。主啊，阮恳求你，就早前你有赐阮一个囝，伊要来，伊的名叫做奇妙的魔术，伊的国境甲平安，拢加天无共尽。伊用公义审判来建立伊，保护伊。主啊，阮求你用你的热心食阮将来的领导者。阮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这是咱要来吟诗啊，赵甲。主耶和华的信任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给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不过受掠，得到讨放，受赶的出监牢。这是咱要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85首，圣诗85首。在早上帝车见天才，第85首，在早上帝车见天才。
这是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地是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那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要来启应，今日所要启应的是启应文27篇，也诗篇130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耶和华，我对深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愿你压耳孔听我恳求的声。主耶和华，你来救砍罪恶，治水为徛条。总是你有赦免的恩，要互人敬畏你。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伫伊的话，我有仰望。我的心神听候主，比手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比手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人，你着仰望耶和华，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约翰的见证记伫下底。犹太人对耶路撒冷找祭司甲利未人来就近伊，来问讲：你是治罪？迄时约翰承认无隐瞒，伊承认讲：我毋是基督。佮问伊：这是怎样？你是以利亚吗？伊讲：毋是。你是迄个先知吗？因讲毋是。就甲伊讲：你是治罪，互阮通恢复找阮的，你着家己讲是怎样？讲我就是得叫伫旷野的声讲，修直主的路，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遐人就是法利赛人所找的。因阁问伊讲：你若毋是基督，也毋是以利亚，也毋是迄个先知，怎样行洗礼啊？约翰应伊讲：我是用水行洗礼，有徛伫恁中间的，恁毋捌伊。伊就是煞尾我来，就偷伊的下大，我也袂肯定。这个事件记伫约旦，这个事件伫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翰行洗礼的所在。这是咱来读现代中文译本。以下是约翰的见证。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派祭司和利莫人去见约翰，问他：
你是谁？约翰没有拒绝回答，却坦白承认说：“我并不是基督。”他们问：“那么你是谁？是以利亚吗？”约翰回答：“我不是。”他们又问：“是那位先知吗？”他再回答：“不是。”他们接着问：“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复派遣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约翰引先知以利亚的话回答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法利赛人所派来的那些人质问约翰：“既然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约翰回答：“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就是约翰正在施洗的地方。以上关上帝祝福伫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就是请牧师来带咱祈祷，并且证道。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为主准备。咱做来祈祷，请头满满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感谢你过去的日子的保守，也阮会通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圣殿来做伙敬拜。祝阮为着最近所发生侪的天灾人祸，无论是地震，也是大火烧，也是即个武汉的肺炎所造成的遮的困境，来献上祈祷。阮感谢你透过医学的专家，已经发展出疫苗，开始咧注射。虽然阮毋知效果会怎样，但是这是一个真大的进步。阮为着这来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遐伫第一线伫帮站破病人。阮知影侪侪朋友伫即个中间咧服务，因拢伫体力上拢真忝，伫心情上也拢真紧张。求主你来保守，也互每一个人拢会通做好家己的防备，来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减少疫情的传染。阮毋知即个疫情还阁会偌久，但是阮求主你继续来亲自带领阮头前的路，来保守特别是伫侪侪的商店，伫人经常生活所需要遮商店，你也保守遮个咧服务的人，互因伫甲人接触的中间有好的防护，也甲有助力的保守伫咧中间。阮也恳求主你来带领即个国家伫政局无稳定的中间，互即个局势会通稳定，互即人的心会通得到平安，无惊吓，无有扰乱伫阮的中间。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互即个混乱会当早一日来平定。阮搁一摆感谢你，互阮会通透过网络组织来敬拜你，来迎接你为着阮降生的日子。后礼拜阮就要来庆祝主你为阮降生的这个日子。阮伫遮献上感谢以外，也要搁一摆用你提醒阮的，今仔日阮来思考，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你为阮备办的救恩。主，阮头前的路，求主你来显明。阮愿意顺服你的旨意，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路。
阮的教会，阮每一个人也恭敬交托伫你手中。无论阮伫倒落，无论阮有啥物需要，主你拢来看顾，你拢来补助。搁一届为着今仔日的组织来献上感谢祈祷，拢是靠主你的圣名，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咱甲这个主日号做喜乐。今仔日另外一个经文，咱无读，是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17节、18节，咱的地方神进前有提过吼，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恁所下旨意。上帝点伫基督咱所下旨意。用喜乐的心来迎接这个日子，主为着咱备办的日子。要安怎欢喜？咱可能真侪人讲哎哟，惊到要害啊吼！伫这个时阵啊吼，当然咱我牧师定爱讲惊是好啦吼，但是嘛毋通过头惊吼，惊会互咱有做一寡封闭的动作。明仔载的地方神会甲咱分享着。要安怎穿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军装？就是讲，你会惊，你就会做一寡封闭就会甲危险来降低，互家己袂去受到感染。我想这个是好代志，但是无需要过头惊。照伫信仰照伫咱所做的，咱会通真放心来交托互主，咱会当用欢喜的心来伫遮来等待。伫以赛亚书的预言中间，咧讲着爱修平伊的路，这就是咧讲着伫旷野的中间有沙漠、有趴远的所在，是即种真坎坷无平的路。就讲以赛亚先知就伫遐讲爱修平伊的路，甲即个坎坷的所在甲布满，甲山甲草互平吼。来准备主的路，到底主的路是啥物货？还是讲旷野代表啥物意思啦？吼，代表地形、地理的这个形容以外，其实伫新约的福音书内底，甲这个旷野代表着人的心啦，吼。咱连咪会去讲着洗礼约翰所讲的一寡话，咱要来思考讲这个旷野到底是咧指啥物货？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约翰咧讲到伊的呼召甲伊的身份，伊真清楚家己的呼召要做啥物货，毋是伊的呼召，伊绝对无欠权。讲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倒一个先知无吼。伊知影伊家己的呼召，伊真清楚，伊真清楚咱做基督徒，咱嘛爱真清楚家己的呼召是啥物货吼。佮另外几节伫头前我无佮互师会来读，就是讲第6节到第8节的所在，我来读互咱听吼。伊讲有一个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这个人是做干净的吼。伊咧讲到伊的工作甲伊的呼召。第7节讲，这个人是做干净的，是要为着光来做干净，要互众人来对伊来信。第8节讲，伊毋是迄个光，是要为着光做干净尔定。这个就是咧讲后壁约翰所咧讲的话吼。救恩是上帝所赏赐，上帝所预备。咱前礼拜有用一段时间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来甲大家三角分享耶稣的救恩、基督教的信仰甲旧约的关系。
所以咱搁一届来看讲，救恩是对上帝所想度、上帝所备办。圣诞是主上帝所安排，这个耶稣基督所降临的。拄则我所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所咧讲，恁着欢喜快乐，着祈祷无煞。后壁迄句就是讲，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所下的旨意啊。有言是啥？有言是上帝借着先知所传这个预备的应允。这个先知是咧指旧约遮的启示吼，所以咱足清楚知影吼。过来旧约是上帝所想事应允的计划，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完成上帝的计划吼，所以才进入伫迄个应允的内面吼，应允的内面。好，咱要来看这个洗礼约翰伊做的准备到底是虾米货？这着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约翰伊家己讲的，讲我毋是基督，也毋是以利亚，也毋是先知中的一个人，吼但是伊讲我是旷野底化工修平主的路来行伊的道路，迄个人，迄个人是啥物人？其实就是先知啦，吼。你若照旧约的语言的讲法来讲，吼。咱来看几个经文啦，吼。约翰的身份，吼，这个身份是一个真重要的身份，伊要来备办主的路。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咧讲，万军的耶和华咧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伫我的头前，准备道路。恁所寻求的主，要忽然间进入伊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恁所羡慕的。特别教吼耶稣基督捌引用这个经文，伫路加福音的第7章，第7章27节到28节，伊要引用安尼来学了洗礼约翰。耶稣引用讲，经常安尼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准备道路。所讲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咧指洗礼约翰。然后第28节，耶稣安尼学了洗礼约翰讲，我甲恁讲，凡那妇人所生的，无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是上帝国内底上细，还佫比伊较大啦吼。这是咱拄则看，这是伫耶稣所引用伫这个马太基书的记载吼。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17节，路加福音第1章7节6节，拢讲到这个洗礼约翰的代志，拢讲到洗礼约翰的代志。然后，佮引用到以赛亚书57章14节到19节的话，安尼讲。拄则就是开始的时候，我甲咱分享的，讲都爱屯平备办主的路。对我的百姓的路中拄起遐个塔崖，因为迄个至悬至尊永远之地，名叫做圣的。安尼讲，我徛伫至悬的圣的所在，也甲心神痛悔谦卑的人三角徛起，要互谦卑的人的心神搁活，也互痛悔的人心搁活。我的确无永远争辩。也无久长受气，惊了我所创造的人，因的心甲灵魂伫我的面前衰烂，因为伊贪心的罪过，我就受气拍伊，我暗面受气，伊犹原背逆照伊的心意去行，我看伊所行的路，也要医好伊，搁要带伊，互伊甲伊迄个。三角伤心的人，佮得到安慰。我做要互因的嘴讲出呵乐的话，平安平安归互远甲近的人。佮我要医好伊，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修平主的路，这是一个真重要。这个洗礼约翰的角色，咱伫旧年。这个圣诞节的节期的中间，牧师捌甲大家分享，咱问一句话讲，
到底是虾米人咧准备，为着虾米人来准备？其实主耶稣基督无需要咱为着伊准备道路，其实所咧讲的是人的心的准备啦，人的心的准备，就是受，亲像拄则讲的以赛亚书57章的经文，爱去除所有的窒碍。照伫以赛亚书57章上落尾讲的，迄个窒碍就是人离开上帝的心，人离开上帝的心，所以人的心的准备真重要。这个约翰伊传福音的内容，咱伫福音书内底拢看会到。伫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14节，这真长，我就无放喺内底吼。我大概甲较重要，像第4节，伊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咧讲，伫旷野有人喊话咧讲，准备主的道路，修直伊的路，一切的凹缺的所在，拢爱甲伊吞好满；大山小山，拢爱甲伊吐好平；弯巧的所在，爱改做正直。关关家家的道路，爱互伊平坦。见若有迄气的，拢要见上帝的救恩。大概这段就是洗礼约翰真重要传福音的一个信息，伊的角色，伊的呼召。第7节，伊对这个犹太人安尼讲：独拽的女啊，是罪指示你来闪避上帝的受气，恁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悔改的心相拄。毋通家己心内讲，我是亚伯拉罕，有我亚伯拉罕做我的祖先。即句话伫遮约翰讲一句真重要的话，伊讲上帝会当对石头中间为着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然后就讲着。宝头放伫树顶要有刑罚到伫个中间。所以，这个约翰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认罪的福音，是咧叫这个以色列人爱回转。为什么伫这个时阵需要这个约翰的角色？咱若对圣经的历史有了解的时阵，咱就知影，伫旧约甲新约中间有让400冬。无有先知的话出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无搁再有先知的话临到伫因的中间，一直到洗礼约翰，才有先知的话搁一届出现。所以伊伫遐来呼召，伊讲恁遮拢是独拽的类，恁着爱悔改，恁着爱悔改。同款的，伫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12节，真长，所以牧师无放伫这内底，我来读。第2节伊安尼讲天国君啊，恁应该爱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伊讲伫旷野有人喊话讲，准备主的道路来修直伊的路。约翰身穿绿袍毛的衫，腰束皮带，食这个草莓野蜜，伫迄个所在约旦河的所在，伫遐来。呼叫大家来悔改，共款伫第7节讲真独拽的类共款的话共款的话，就伫遐来呼召遮的以色列人爱来悔改。然后伫11节到12节，伊就咧讲，我用水甲恁惊洗咧，但是伫叫恁悔改但是比我后面来迄个，伊比我的能力较大，伊要用水。甲圣神甲恁行洗礼，而且伊要来行审判。伊讲12节讲，伊的手摕着粪箕，要来清起伊的场，甲手的麦仔放伫仓库，甲粗糠用不灭的火来烧尽。这个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进前，人的心着爱准备好势，爱去除所有的窒碍。然后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第8节。也有同款的记载，约翰的角色，甲伊尽伊的责任，伫旷野来呼叫遮个人，恁着爱悔改，并且佫有言讲，伫我后壁来，血力要比我较大，
我就是弯腰退口下大也不配。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所以，这个约翰的准备是这个人的心的准备。伊伫迄个所在传悔改福音，叫人伫迄个所在来悔改受洗。这个准备其实毋是约翰的准备，是上帝爱伊准备的。对上帝角度来讲，准备毋是一个真困难的事。但是当这项事临到的时阵，救恩是为着咱所准备的。那拄着人的时阵，就有困难啊。上帝准备救恩无有困难，但是亲像以赛亚书57章所讲的，人的心离开上帝。所以当救恩临到伫人的时阵，迄就有困难，因为困难伫人，所以需要人的心的准备，人的心的悔改，人的心的摆渡，才会脱爱。咱想看卖啊，有偌困难吼？咱若讲照圣经的历史来讲，这5000几年的历史，犹太人准备好无？咱嘛知影犹太人到呾无准备好，佫有超过90%的犹太人还未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事实。咱咧笑犹太人的中间，咱来想看卖啊，含咱遮叫做外邦的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2000几年来，咱嘛还未准备好，咱嘛还未准备好。全世界吼，全世界包括基督改革宗、天主教、东正教，包括犹太人。所谓的阿伯拉罕宗教，即马占全世界几 percent？ 我用2010年的数字，只有31.5%。现代吼，再来较进步的2012年、2019年，拢维持差不多33%。亚洲呢？有45亿的人口，19年的时阵，只有9%， 3.8万的人是基督徒。咱准备好未？其实也未啦吼。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救恩，几啊千年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拢准备好啊。但是拄着人就困难啊，因为人的心离开上帝，人的心离开上帝。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已经安尼宣告啊！伊讲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爸家，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予你。你的名要做大，你也要叫别人得到福气。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予伊；你咒诅的，我要咒诅伊。过来，后壁这句真重要。”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英语的翻译讲 ，And indeed shall all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praised。所有地球顶悬的家庭、家族，拢要因为你来受到祝福。旧约甲新约的连结足清楚的。旧约的应允伫新约来完成，嘛真清楚。但是人还未备办好势，嘛真清楚。所以基督徒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去思考，伫咱的周边，其实也有一个人还未备办好，要来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个代志。咱定定咧讲，即摆圣诞节已经拢变样啊。圣诞树嘛，毋是圣诞节的上灯。咱咧讲的迄个大港节的迄个花枯，嘛毋是圣经记载圣诞节的上灯。圣诞老公公是第4世纪的一个红衣神父主教，伊做好代志的化身。伊嘛毋是圣诞节的主要的角色，
即摆的人庆祝圣诞节，咧庆祝什么货？全世界咧庆祝圣诞节的人，我相信迄个比率可能超过90%，无人做统计啦吼。但是我知影吼，迄个回教徒嘛咧买圣诞礼物啦吼。啊，无信主的台湾的佛教徒嘛咧寄圣诞卡片啦吼。但是因敢有真正了解？因的心敢有真正来认知即个耶稣是基督？到底咱准备好未？真侪时阵，咱拢讲，哎呀，今年真无彩，无法度伫教会来庆祝。但是无论咱伫教会庆祝，还是讲透过网络来纪念即个日子，咱到底是要庆祝啥？是要庆祝咱会当斗阵做伙聚会，做伙食物件，做伙来领受即个日子安尼，还是咱有搁较大的任务，将即个福音甲人分享？咱搁倒转来看迄个比率啊吼，2019年还搁有67%的人还未是基督徒，回教徒差不多30% 左右吼。其他的宗教嘛占30几吼，台湾咱所知影的有90几%的咱的亲人朋友啊，拢毋是基督徒。啊，到底咱要爱做啥？咱什么时阵会当互上帝交代阿伯拉罕交代咱的任务 ？All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praised。到底这个时间当时会到？咱讲2020年造成世界末日的情形，但是还未到遐严重啦吼。当到上落尾一个人得到拯救的时阵，末日就会到。这个时间就爱看咱安怎努力啦吼。今仔日咱要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咱的心态咧甲即个期待即个武汉肺炎的疫苗迄种的共款的时阵，咱就需要检讨。我咧讲的是讲，咱伫迄个疫情真严重的时阵，大家拢足期待即疫苗开始会当出来吼。在研究，大家缩短迄个时间，啊开始生产啊，即马开始出来啊。但是有一半的人讲别人先做，无代志了，我才考虑。伫中国有90%的人无愿意来拍疫苗，侪人的心态讲啊，圣诞节到我有啥物期待？但是因咧买礼物，因咧寄卡片，到底圣诞节对咱的意义，对遮个人的意义是啥物货？咱准备好也未？咱的心态到底是啥物货？咱的性命来备办好势无？哦，咱的迎接主耶稣基督，好咱亲像咧迎接贵宾啊，咱安尼想啦吼。啊，牧师来举阮兜的例啦吼。李邦才牧师是阮阿公的小妹。阮细汉的时阵吼，那李邦才牧师要去阮兜做人客的时阵，要去阮兜拜访。哦，阮妈妈就会吼准备足青草、足济草。我平时毋捌食过物件，拢会走出来倒仔顶安尼吼。哦，阮规家口阮就是安尼，开始爱摒扫、爱摒清气、爱准备所在，互李邦才牧师。我想即种的心态应该放伫即个大降节的内面啦。如果耶稣基督是咱的贵宾，伊要来到咱的兜，来到世界，来到教会，来到咱的心内做贵宾，咱是要安怎来准备？咱伫武汉疫情的时阵，咱会安尼目头夹夹、油头夹面安尼，来迎接这个日子吗？也是爱亲像拄则帖撒罗尼迦的经文甲咱讲的，咱着爱喜乐。咱可能甲牧师讲，
啊，伫这个时阵惊到要死，哪有可能会当喜乐啦？这敢是上帝爱咱的性命？咱的贵宾要到的时阵，咱检通由头甲面来欢迎伊。如果耶稣基督是咱的贵宾的时阵，咱应该安怎做？咱应该安怎准备？咱为着主来准备，毋是为着要爱互伊有好好的路行，其实是爱准备咱家己。你知影吼？贵宾要来吼，咱爱摒扫洁净咱家己。贵宾要来吼，咱爱准备房间，咱的心门爱拍开。贵宾要来吼，咱爱伫门口迎接。喂，有真侪迄囡仔吼，若有迄个贵宾要来吼，伊足爱的人要来的时阵吼，还未来吼，就定定走喺门口，就一直问讲来也未啦，要搁偌久啦，哪还未来啦？我毋知影咱到底，咱即马搁有即种的心情，还是讲心态无？还是咱感觉讲过圣诞节就是逐年过一摆安尼尔定？咱一点仔就提袂起迄个真欢喜的心情，去甲人分享主降生的即个日子。咱捌讨论过报佳音的代志。过去有一段时间，教会拢去甲会友的家庭咧报佳音，但是最近伫 Facebook 定定看到真侪迄个台湾的教会，即马毋是干那伫教会庆祝尔定，拢伫迄个社区的街头，伫遐咧报佳音，伫菜市仔咧报佳音。我想这个是真正重要的代志啦，吼！咱若无法度做社区，无法度去甲即个福音甲人分享的时阵，安尼咱实在是爱搁较积极，准备咱家己的心，准备咱家己的心。到底伫今仔日的日子，咱有法度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主啊无？特别是伫疫情的中间，咱无法度真 physical 去聚会，无法度 physical 去甲朋友来分享传福音。但是上界无咱会当做到是讲，用喜乐的心来迎接这个日子，互咱的朋友看到咱讲，基督徒无共款，面对疫情的时阵，虽然会紧张，但是又有喜乐，又有平安。咱绝对无用忧头甲面的心来迎接这个日子。希望咱大家拢有主的平安甲喜乐，甲咱三甲伫地。咱做来祈祷。咱我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伫几啊千年前就为着阮准备今仔日阮所迎接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搁一摆互阮重新思考阮的生命。虽然阮即马目前还搁面对侪的艰难，有一寡天灾的发生，有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搁无法度真好的控制的时阵。有着阮伫美国政局也未稳定的时，有侪的环境，互阮无法度欢喜起来。但是主，阮要靠你来喜乐，要来靠你得到平安。求主你的救恩打临到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互阮会通用喜乐的心、喜乐的生命来见证阮是得救的基督徒。嘛，因为安尼来见证，阮是得救的人，有喜乐平安伫阮的中间，也互阮所认捌的兄弟姊妹，也未捌你的人，会当对阮的身上来看见你的救恩。阮感谢你为着阮的牺牲，降生伫阮的世界，也将你的救恩赏赐互阮。阮搁一摆恳求主你。互阮伫困难的中间无有惊吓，伫困难的中间满有你所赏赐阮对天顶来的喜乐甲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免。这是咱来吟诗而乐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圣诗461首，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第461首，
我的信心若无定。就是咱要用感谢的心来奉献，咱要来吟奉献的诗。听兄弟来压头来祈祷，主啊，特别这个时阵，阮拄着有地动、有火烧山，以及全世界的流行病，这是以前阮毋捌拄着的。这敢是你的时要到啦，主啊，阮要仰望你，求你互阮壮大，通坚固阮的心情。阮要倚靠你，求你保护阮，通成做阮随时
帮赞。我们天后主来得到主你赐愿新的快乐，亲像鹰鸟其实飞悬，走也无先，行也无夜。愿知，愿仰望你，的确要看见你的恩典来显现。愿知，愿若我靠你，的确要得到你主爱的恩赐。主啊，阮感谢你，也感谢你所有阮所有的一切，愿阮所献拢得到你欢喜的感动，成做你的路用。愿伫遮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听阮的恳求，愿你的平安甲阮整世界人类同在。阮的求是拢是奉你的圣囝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请牧师来集体关怀甲事工的报告。好，共阮提醒咱吼，咱家己的保护爱做好势啦吼。伫咱南加州也是讲全美国 ICU 的即个capacity 已经降到足低吼。咱我感觉关即边才剩2点几%尔吼。咱南加州嘛是无到10% 吼，所以咱爱为着这祈祷啦吼。好，咱为着平平姐的妈妈，伊咧安排长照吼，来申请来代祷吼。伊这长照，是因为妈妈有这个帕金森有需要来照顾吼。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有决定要来 replace 这个视力架啦吼。咱也为着这个工程来祈祷吼。OK。好，共款，咱就是依持网络的聚会吼，到政府若开放的时，咱搁通知兄弟姊妹吼。好，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3主日，是咧我则无介绍，这是喜乐啊吼，今仔日是喜乐。咱后主日要来举行圣礼典吼，请咱伫厝内有备这个圣餐会用这个物件咱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吼，我咧安排1月到3月服侍表，你若有啥物款的行程，你爱甲我讲者吼。好，再来拜5、18号要搁查考即个保罗的行程吼，22章吼，这个问号行程。好因为咱有一寡人无收到 Webex 的开会通知吼，我会搁来重新设定吼，我会搁进前互咱知影吼，有啥物改变吼，我会搁 maybe 会搁去看另外的软体看安怎吼。好，来前礼拜会出席19人吼，网络查经13人，这礼拜奉献是360块。后主日的这个讲道的资料伫遮，服侍伫这个所在，咱了家己看。好，来主见。今日的金句是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咱来读2解。愿平安的上帝，加其互恁一尽正善，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过来一遍，愿平安的上帝加其互恁一尽正善，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篇23节。这是咱来吟刷本篇的诗上言
508首，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那愿主的救恩甲咱三个伫地，主的圣神降临甲咱同在，享受伊对天顶的平安喜乐，对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免。灭祷。好，咱会当开咱的声，我来甲即个 live 甲 sharing 关起来。Hello，平安。平安。